上8個月，日前由內地返香港嘅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見記者，佢話舊年10月經羅湖到內地嘅時候，被公安拘留，然後先後被帶到寧波同韶關扣留問話。佢話過去幾個月喪失自由，質疑內地當局違反一國兩制。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啱啱喺民主黨立法會議員何俊仁嘅陪同之下見記者，講述喺內地被扣留嘅經過。林榮基話：舊年10月佢打算到東莞探望女朋友，但喺羅湖關口被公安扣留。佢曾經多次問犯咗咩事，但係對方冇回應。佢之後被沒收證件，喺派出所通宵扣留。第2日被鎖上手銬，戴上眼罩，坐10幾個鐘頭火車去到寧波。佢只係俾一張紙，嗌我簽個名。就一張紙裏邊上面咧就係有2個條款，一個就係佢應承放棄通知我家人，另外一個就係佢應承唔請律師。咁樣情況之下咧，我因為實際上亦都冇辦法揾邊個人同我去可以同我提意見，我孤零一個人，咁我唯有就簽字。但我聽到佢哋唔係講咯，亦都唔係派出所，唔係幫嘅人，亦都唔係軍方，佢哋中央專案組。林榮基話：喺簽字之後，對方查問佢銅鑼灣書店嘅經營情況，又話佢將禁書帶到內地，違反內地法律，可能對佢作出檢控。林榮基承認過去曾經帶書過關寄俾讀者，亦被當局口頭警告過，但之後就冇再帶。佢懷疑當局嘅目標係撰寫禁書嘅人。睇禁書就應該小事嘅，我懷疑佢係咪即係攞贊稿人嘅資料，關於中國高層嘅可能有啲小道啊、消息啊、權力鬥爭啊。林榮基話：喺寧波被監視居住幾個月之後，今年3月底佢被帶到韶關，被困喺一間房入邊住到6月，期間佢可以睇書，而佢一直提出要返香港。對方開出條件，要求佢將銅鑼灣書店過去嘅讀者訂書記錄同硬件帶返內地作為證物，因為李波早前已經複製相關資料，估計涉及幾千本書同幾百個內地人。我係諗唔到佢會通過。我記得嘅係李波喺香港將個硬件吸上去，咁然後就將個硬件嘅資料喺個電腦嗰度放俾我睇，嗌我認邊啲人訂咗書，同邊人有咩關係？我怕咧係嗰啲讀者受到影響，而佢哋以為我哋香港人或者係我。出賣佢哋。佢話喺內地呢一段時間失去自由，質疑內地違反一國兩制。我想請中國政府有關嘅部門，除咗我解釋先，因為呢件事已經唔係淨係我個人或者係銅鑼灣書店嘅事，亦就係全體香港人嘅人權，要做自由講生。你講明一國兩制。唔該，香港嘅事。佢亦都擔心喺內地嘅女朋友受到監視居住。無線電視記者吳慧慧報道。林榮基聲稱自己冇犯事，唔打算再返內地，又話早前傳媒播出嘅錄影訪問係佢按當局指示照稿讀。林榮基2日之前返到嚟香港，向警方就失蹤案銷案。林榮基喺記者會度話：事件發生之後，特區政府冇提供協助。又話喺內地嘅案件正處於保釋候審嘅階段，原定按要求喺呢日將書店寄書嘅記錄同埋硬件帶返去內地做證物，但喺前往內地途中改變決定，喺九龍塘出閘離開。如果我作為5個人裏邊負擔最少嘅人都唔出聲，香港就冇得搞。佢本來要我今日上，我當然唔敢上去啦，仲上去。要講清楚。但係你得唔得好似李波咁樣，即係再俾人哋拉翻上去？咁我真係冇辦法啦，呢個係睇香港政府有冇人身保障香港。今年2月，鳳凰衛視曾經播出林榮基同埋其他銅鑼灣書店人員嘅錄影訪問。我知道桂文還寫這些書，都是無人編造的，都是從網絡
下站從雜誌平橋出來的，對社會造成很多的謠言，對社會造成不良的影響。我已經深刻認識到自己的錯誤，願意接受處罰。幾個月之後嘅今日，林榮基聲稱當時唔係自願咁接受訪問，唔係訪問係被訪問，有晒導演嘅，有晒台詞，要記要練。講下當時我四聲咪佢俾啲時間我咯，就抄住佢書裏邊抽出嚟有一部分，佢唔滿意嘅就增添或者刪減，佢要我承認啊嘛，我亦都冇可能。林榮基話：佢曾經喺內地當局安排之下，同李波等人喺深圳度飲茶，又聲稱李波曾經向佢話喺香港係俾人帶翻去內地。無線電視記者李柏龍報道。而政府發言人回應話，林榮基星期二返嚟香港之後，警方喺口岸主動接觸佢，佢當時要求就失蹤案銷案，並且話唔需要政府或者警方嘅任何協助。發言人話，特區政府一直非常重視銅鑼灣書店事件，鑑於林榮基尋日向傳媒講述嘅情況，警方正係主動聯絡林榮基本人了解，並且會作出適當跟進。有建制派認為林榮基嘅講法證明事件唔存在跨境執法問題，但泛民議員就認為拘捕過程唔合理。林榮基事件有冇侵害一國兩制呢？民建聯葉國謙話：林榮基嘅講法釐清咗唔存在跨境執法。過境嘅時候係被內地嘅執法人員咧係拘留咗嘅，咁呢個就係同喺香港或者係內地人嚟到香港嘅執法，呢個係兩回事嚟嘅。公民黨梁家傑就認為拘捕嘅過程唔合理。根據香港特區法律係冇事嘅，但係犯咗內地嘅唔知邊條刑事罪行，而當佢過境內地嘅時候，係可以被候查幾個月。一國兩制咧，其中一條底線啊，就係你喺香港做嘅嘢咧，你係必定可以受到香港刑事程序嘅保護嘅。林榮基聲稱喺內地拉佢嘅人係中央專案組，有時事評論員話呢個係屬於黨嘅組織。大家可以將今次林榮基嘅事件同國內嘅刑法或者相關嘅法例嚟做比較咧，已經知道咧係執行今次工作嘅人士咧，即使內地嘅法律咧都冇遵守嘅。譬如好似話裏邊規定當事人被扣留之後幾耐要通知屋企人，咁最低限度大家可以睇到8個月以嚟咧，林榮基都唔知咩事係被扣留嘅。涉及銅鑼灣書店事件嘅另外4個人，包括桂民海，即係香港傳媒叫嘅桂民海，至今未有消息。而李波、張志平同呂波已經先後返香港並要求警方銷案。李波夜晚曾經喺住所嘅地下大堂出現，見到有記者之後返屋企。無線電視記者林海瑩報道。上月